持续性的指望了主管，我不喜欢嘞。第六主播的留结巴的落语呢，让进行秘密的控制秘密是什么啥样的？第三，大家评个叫什么？先这个上面呢，让进行西部都是拆解的，控制类应该要的，济南类应该要的，这个。言语讲究可在于呢，突破三数去，是什么？让进行是不是上当的呢？那你现进行上当呢？是不是他就打跟着的也是噻？就自己心里面，就说了，是不是他就打跟着的也是了？是不是他们叫了年了？是显然下去了嘛？他的居住其有这个长久生出来说的，大个提醒交把他们这讲儿做的些讲儿，就是及时的这个讲儿里啊，甚至他们这路，特度三节个啥了，各样的态度那样，对，第几样这个人都说没有是吧？大个提醒交把他们这讲儿做的些你讲呢，跑到带了，人都表示你，他早晨你老说高的技术。现在解决了的话，是说你上多等于呢，平均，是说，现在现南前呢，就是不是照顾到还有路，是啊，我这个长啊的长期间呢，让经济不的单位的平嘛的，可是嘛，不能拿来查想呢，长久生活两人前你的休息盘下什么样，这能是一年了下下去。长久生活，居住要道理。